试想一下这个场景，就像每天早晨一样，您走进厨房，您伸手拿放在咖啡机旁的那袋小小的南瓜籽，您抓了一把，感觉很不错，这是您的健康习惯。您的骨骼需要它，您的心脏需要它，您的睡眠、精力，甚至您的生活自理能力，似乎都取决于像这样的日常选择。多年来，您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讯息，南瓜籽对身体很好，尤其是过了60岁以后，所以您毫不犹豫地吃着它们。但这里有个媒人告诉过您的细节，如果这一小把南瓜籽不但没有帮助您，反而正在悄悄地伤害您呢？如果一个简单的错误，一个几乎每位60岁以上的长者都会犯的错误，正在慢慢将您的身体推向错误的方向呢？而且，如果某些损害一旦开始就无法完全逆转呢？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最新研究正在对老年人食用南瓜籽的方式发出警示。这并不是因为南瓜籽本身不好，它们并非坏东西，相反地，它们营养密度极高，充满力量，可以支持您的骨骼、心脏、荷尔蒙、消化系统和睡眠，但前提是您必须以正确的方式食用它们。而现在，成千上万的60岁以上成年人每天都在用错误的方式食用，却浑然不知。隐藏的危险在于，大多数的伤害不会一次显现出来，它是慢慢的、悄悄的累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您开始注意到身体出现无法解释且无法挽回的变化。所以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将向您展示60岁以后人们在食用南瓜籽时最常犯的5大错误，以及这些错误可能对您的骨骼、甲状腺、心脏、消化、睡眠和长期健康引发的5种不可逆影响。我会告诉您如何修正每一个错误，使用南瓜籽的正确方法，以及如何在没有隐藏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所有益处。在最后，我还将揭露一个几乎没人谈论但却令人惊讶的错误，即使它影响着几乎每一位食用南瓜籽的长者。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请记住这点：过了60岁，身体的运作规则就偏了，您的新陈代谢会改变，荷尔蒙会波动，消化功能变慢，肾脏过滤营养素的方式也不同了。一个小小的失衡，在您30或40岁时可能微不足道，但现在却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演变成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错误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了解它们可以让您免于日后的病痛折磨。好了，让我们开始吧。南瓜籽看起来很小，但别被它的外表骗了。每一颗种子内部都蕴含着强大的营养组合，这是您在60岁后身体更加依赖的成分：镁、锌、健康、油脂、抗氧化剂、膳食纤维和色氨酸。这些不仅仅是随机的营养素，它们正是老年人最容易缺乏的营养。而身体需求与时计色取量之间的差距，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年扩大。镁能保持心率稳定、肌肉放松，并让神经传导正常运作。但在60岁后，体内的镁浓度会自然下降，您的肾脏保留镁的能力偏差，而日常压力会消耗得更快。锌则是免疫系统的指挥中心，它保护甲状腺，支持荷尔蒙平衡，并帮助身体自我修复。然而，锌缺乏在长者中非常普遍，尤其是那些消化功能较弱的人。健康油脂支持您的大脑、心脏，甚至皮肤的保护层。抗氧化剂则能对抗数10年累积的发炎反应，也就是老化的慢性杀手。膳食纤维支持消化，预防血糖飙升，并保持肠道蠕动。还有色氨酸，这是大脑用来制造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的氨基酸，是情绪稳定和深层睡眠的基础。
把这些加在一起，南瓜子就不仅仅是零食了，它是一个浓缩的生存补给包。事实上，一旦过了60岁，您对这些营养素的需求不会下降，反而会激增。您的骨骼变得更脆弱，荷尔蒙衰退，血糖变得更难控制，发炎反应像生锈一样在体内累积，肾脏效率降低。这意味着您必须对摄入的每一种营养素更有策略。您的身体变得不再那么宽容，缺乏某种营养素的打击会更重，缺乏状态持续更久。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失衡，也可能波及整个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南瓜子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包含什么，而是它们如何协同运作。酶有助于调节血糖，而纤维则减缓糖分的释放。抗氧化剂保护细胞免受波动带来的压力。锌保持荷尔蒙稳定，使新陈代谢保持平衡。健康油脂帮助您吸收关键维生素，而色氨酸支持深层睡眠，进而强化身体的每一个修复过程。这是一个团队合作，是单一补充剂无法完全复制的协同效应。药丸给您单一营养素，南瓜子给您一个营养网络。但这个里有个关键，而且是个大问题。只有在您正确食用南瓜子时，这些好处才有效，而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并没有做对。事实上，如果使用不当，那些让南瓜子变得强大的营养素也可能制造问题。这就是错误开始的地方。让我们来剖析5大错误。错误1：忽视镁的过量或缺乏。大多数人认为南瓜子是完美的镁补充来源。它们确实是，直到情况改变，60岁以后，您的肾脏清除镁的能力不如从前，您的心脏对电解质的微小变化变得更加敏感，神经对细微的失衡反应也更快。这意味着多吃一把南瓜子可能会将您的镁推得太高而消化不良，同时又可能导致吸收过低。这2种极端都是危险的，且都可能留下无法完全逆转的影响。风险最高的人群是肾功能较慢的长者、正在服用血压药的人，以及每天吃南瓜子却不监测总镁摄取量的人。当镁含量过高时，可能会干扰心脏的电气节律，削弱肌肉，并减缓呼吸。当含量过低时，则可能引发抽筋、颤抖、心悸或突然的极度疲劳。最早的警讯通常很微小，眼皮跳动，夜间小腿紧绷，站立时轻微头晕，短暂的心律不整，或手臂与腿部有沉重感。大多数人将这些视为单纯的老化现象，但它们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无声电气讯号。我曾接触过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他把南瓜子当糖果吃，他的饮食很好，生活活跃，体重健康，但他总是感觉不对劲，疲倦、颤抖，有时感觉心跳节奏乱了。他归咎于压力。经过简单检查后，我们发现他的镁含量每天都在剧烈波动，这周太高，下周太低，这些波动正在以他能感觉到和感觉不到的方式对心脏造成压力。错误2：食用加盐或高温烘烤的南瓜子。这是最大的隐藏危险之一，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包装产品都犯了这个错。当南瓜子经过高温烘烤时，其中的健康油脂会氧化，抗氧化剂会被破坏，而镁会变得更难被身体吸收。这对您意味着什么？高温处理的种子非但不能降低发炎，反而会升高发炎指数。它们非但不支持动脉，反而悄悄地使其紧绷，反复的氧化损伤，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风险最高的人群包括任何正在控制高血压、高胆固醇或心脏病的人，而几乎每一位60岁以上的台湾长者都至少符合其中一项。如果种子还加了盐，风险就更高了。
那会将水分纳入血管，增加动脉壁的压力，并使您的组织比您意识到的更缺水。警讯通常悄悄出现，手指肿胀，傍晚时鞋子片紧，上坡行走时胸闷，或夜间醒来时心跳比平时更剧烈。举个真实案例，一位70出头的李妈妈告诉我，为了心脏健康，她把洋芋片换成了南瓜籽，但她买的是那种调味烘烤过的，就是高温烹调并裹满盐巴的那种。2个月后，她的血压攀升，脚踝肿胀，感觉呼吸更急促。她想不通为什么，她信任的健康零食其实日复一日的在对抗她的动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请只选择生的或低温烘烤的种子。如果包装上没有列出烘烤温度，最安全的假设是它经过了高温烹调。光是这2个选择就能大幅减少氧化，保护您的心脏循环系统可长期的发炎指数。错误3，在深夜食用南瓜籽，这一点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许多长者在晚上会伸手拿南瓜籽，因为它们酥脆，令人安慰，且富含色氨酸。没错，色氨酸确实有助于睡眠，但在60岁后，南瓜籽中的油脂会显浊，减缓消化速度，深夜消化脂肪会给胆囊跟肝脏带来额外负担。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负担会累积成胆结石。一旦形成胆结石，其影响就很难完全逆转。风险最高的是消化缓慢的长者、晚餐后感到胃胀的人、夜间因上腹部压力醒来的人，或过去有胆囊问题的人。警讯通常很微小，吃油腻食物后恶心、右侧肋骨下方疼痛、打嗝不止，或在凌晨2点到3点因背部辐射痛而醒来。我记得一位65岁的陈先生，他很喜欢吃宵夜，每天晚上9点左右，他都会抓把南瓜籽，因为觉得有助睡眠。起初确实有效，但几个月后，他开始因为肋骨下方的尖锐压力而醒来。有一天晚上，疼痛剧烈到他不得不去挂急诊。南瓜籽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它们是压垮已经不堪重复的胆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好的效果是在白天较早的时候食用南瓜籽，那时您的消化系统能够真正处理这些健康油脂，而不会让胆囊超载。错误4，忽视锌与甲状腺的关联。南瓜籽是天然锌最丰富的来源之一，锌的功能强大，它支持免疫力、荷尔蒙和健康的甲状腺功能。但是过多的锌会抑制铜，而铜对于红血球、神经功能和甲状腺平衡至关重要。60岁后，您的甲状腺已经承受压力，荷尔蒙变慢，新陈代谢变慢，骨质变薄。当锌含量攀升过高时，会将甲状腺推向更严重的失衡，长期影响难以完全逆转。风险最高的是已经在服用综合维他命的长者、甲状腺功能低下者、体重无故减轻的人，或患有慢性疲劳的人。锌过量不会一次爆发，它是悄悄蔓延的。早期警讯包括手脚冰冷、头发片稀疏、皮肤前燥、便秘或情绪莫名低落。大多数长者将这些归咎于老化，但通常这是锌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早期迹象。我曾与一位感觉身体不适近1年的女士交谈，她每天吃南瓜籽，外加锌补充剂以增强免疫力。她的甲状腺检验数值最终不仅轻微下降，而是急剧下降。医生告诉她，这种变化可能已经累积了好几个月，甚至更久。南瓜籽不是罪魁祸首，但这种组合破坏了她甲状腺的平衡。为了避免这个情况，请轮替食用南瓜籽，不要每天吃，并且除非医生特别建议，否则避免将它们与高剂量锌补充剂一起服用。错误5，
食用未经世当处理的南瓜籽，这个错误随处可见。南瓜籽含有植酸 phytic acid， 这是一种会与矿物质结合的天然化合物。60岁后，胃酸偏弱，消化偏慢，矿物质吸收效率降低。当您食用未浸泡或未适当烘烤的种子时，可能会阻碍您试图摄取的那些营养素。久而久之，这会导致缓慢但稳定的矿物质流失，而矿物质流失，特别是镁、锌和铁，会对骨骼、强度、记忆力和精力留下持久影响。风险最高的是消化功能弱、皮肤前燥、指甲易断裂的长者，或任何服用制酸剂、胃药的人。这些药物会进一步降低胃酸，使矿物质吸收更困难，警讯很微细，指甲容易裂开，头发感觉变薄，伤口愈合变慢，腿抽筋，注意力难以集中，或比以前更常需要午睡。一位退休的王老师曾告诉我，他为了骨骼健康每天吃南瓜籽，但他从未浸泡过它们，从未低温烘烤，也从未搭配支持矿物质吸收的食物。1年后，他的骨密度扫描结果变差了，而不是变好。他很困惑，他以为自己做对了一切，但种子中的植酸一直在阻碍他骨骼急需的大部分矿物质吸收。简单的浸泡或低温烘烤就能将南瓜籽从矿物质阻碍者转变为身体终于可以利用的营养素。当您不再犯这些错误时，南瓜籽终于开始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差异显现的速度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快，不是戏剧性的一夜奇迹，而是彼此叠加的稳定改善。睡眠变深沉，早晨感觉更清醒，身体感觉更轻盈，不再那么僵硬，不再那么不可预测。睡眠通常是第一个改变。随着夜间消化不再超再美，终于达到平衡，您的身体可以真正以应有的方式利用种子中的色氨酸入睡，不再像是一场战斗。您可以保持睡眠状态，不再翻来覆去。想象一下，闭上眼睛，再次自然地入睡。没有药丸，不用踱步，不会在凌晨3点醒来对着黑暗发呆，血糖也会随之改善。当南瓜籽经过适当处理，其中的纤维和健康油脂会减缓糖分释放，而不是阻碍矿物质，血糖崩盘会消失，颤抖会平息，早晨不再感觉像是一场挣扎。那种让您冲向冰箱的突然饥饿感消失了，精力不再像坏掉的电梯一样忽上忽下，消化开始配合。一旦您将食用种子的时间移到白天较早时段，并减少阻碍矿物质的植酸，您的肠道就不必那么费力的战斗。餐后感觉更轻松，腹胀缓解，胀气平息。醒来时感觉体内安稳，而不是紧绷、肿胀或沉重。对许多人来说，这单一的改变了他们脚一落地时的感觉，发炎也会开始缓解。特别是当您避免食用会破坏油脂的高温烘烤种子时，关节活动更自如，早晨的疼痛减少，背部或臀部的僵硬不再像过去那样抗议。想象一下弯腰时没有臀部那种突然的刺痛，或者从沙发上站起来时不需要抓着支撑物，荷尔蒙通常接下来会稳定下来。当心与瞳保持平衡时，甲状腺运作更顺畅，情绪稳定，体温均匀，精力感觉更温暖、更稳定、更可靠。那种偷走您半天时间的疲惫、迟钝感开始消散，骨骼也会有反应。随着植酸减少，镁和锌终于被吸收，而不是被阻挡。您的骨骼将这些矿物质像钢筋一样使用，关节感觉有支撑，姿势变强，您走起路来更有自信，
因为身体感觉再次支撑着您。最后，您的思绪变得敏锐，稳定的血糖和健康油脂味，您的大脑提供了清晰运作所需的环境，思考感觉更快，言语表达更容易。您会记得为什么走进房间，您可以跟上谈话，而不迷失方向。脑雾散去，您感觉再次活在当下。这些都是南瓜子一直以来都能够提供的益处。一旦您用正确的方式使用它们，它们就会发挥作用。现在，让我们看看简单实用的步骤，帮助您持续解锁每一项成果。60岁后正确食用南瓜子并不复杂，但需要精确，从分量开始。对大多数长者来说，1到2汤匙就足够了，不是1把，不是1碗，而是一个测量过的一致分量。当您将这份量分散在1天中食用，而不是一次吃完时，身体的处理效果最好，营养吸收变得更稳定，消化系统也不会被迫过度工作。准备方式同样重要，生种子可以，但浸泡过夜能释放更多矿物质。浸泡会软化种子，降低植酸，使镁和锌明显，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低温烘烤是另一个选择。保持火力温和，让健康油脂保持完整。高温会破坏您试图获取的益处。将南瓜子与正确的食物搭配，可进一步增强吸收。维生素 C 改善矿物质吸收，健康油脂支持脂溶性营养素。一点水果、优格或均衡的一餐，可以将单单一汤吃变成真正的营养补给。时间点也扮演重要角色。随着年龄增长，消化变慢，南瓜子在早上或下午早些时候食用，耐受性最好。您的胃比较强壮，胰脏和胆囊反应较好，血糖在1天中也保持较平稳。如果您偏好在晚上吃，请保持分量极小，且前提是您的消化系统能舒适地处理油脂。对某些人来说没问题，但对其他人来说会导致沉重感、肋骨下压力或睡眠不安。也要注意您将南瓜子与什么结合。如果您正在服用抗凝血剂、高剂量锌或改变矿物质平衡的药物，请在每天食用南瓜子前咨询您的医生。种子本身并不危险，但交互作用可能有影响。避免将它们加入油腻、高脂肪的餐点中。60岁后的消化系统不喜欢超载蔬菜、瘦肉、蛋白和简单的原型食物，零食是更好的搭配。最后，注意警讯：右侧肋骨下的压力、异常疲劳、头重脚轻、心悸或脚踝肿胀，都是值得倾听的信号。不要试图强忍过去，您的身体正在告诉您关于它如何处理种子的讯息。一旦分量、时间和准备方式到位，南瓜子将成为您支持更强健骨骼、更稳定精力、更好睡眠和更健康心脏的最简单工具之一。微小的调整能带来巨大的差异，而持之以恒将这些差异转化为持久的结果。现在您了解了这些南瓜子错误背后的真相，讯息变得非常清晰。60岁后，微小的习惯更为重要。一个微小的错误随着时间悄悄重复，可能会使心脏紧绷、削弱消化、耗损骨骼或扰乱荷尔蒙。大多数人从未注意到它的发生，他们只是感到疲倦、僵硬，比以前慢，并认为这单纯只是年纪大了。但通常这不是年龄的问题，是长期未调整的习惯所致。令人鼓舞的是，微小的修正可以带来强大的益处。一个留心的分量，更温和的准备方式，更好的食用时间。这些调整看起来很简单，但在您体内，它们创造了稳定、有意义的改善。睡眠变得更深，关节活动更自如，消化变得更平静，精力感觉更可靠。这不是戏剧性的一夜改变，而是随着时间累积的小而稳定的转变。
这个总一致性往往正是60岁后的身体所需要的。您的身体仍然有能力修复，它可以强化骨骼、稳定荷尔蒙、平息发炎、保护心脏，并磨练心智。它只需要正确的条件干较少的障碍。当正确使用时，南瓜籽可以是这种支持的一部分。现在您确切知道如何以配合身体而非对抗身体的方式来使用它们了。在结束之前，我真的很想听听您的想法，哪一个错误最让您惊讶？您认为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犯了哪一个错误？您的经验可能会帮助其他同龄人做出更好的选择，或在问题开始前避免它。这些分享的故事往往是大家学到最多的地方。如果您觉得这种清晰、实用的健康指引有价值，欢迎继续关注这类资讯。如果您认识某人、朋友、配偶或家人，可能会从这些资讯中受益，请随意分享给他们。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指引会在对的时刻传达到对的人手中。感谢您拨冗阅读，请好好照顾自己，保持对日常习惯的觉察。祝福各位健康平安。